台南二分局民权派出所这2位警员杜明成遭随家来殉职，是互所有民众拢真唔甘。小连续2天，拢有民众到派出所来献花，有妈妈带着后生查囝来致意，嘛有爸母甲囡仔讲2位远景英勇的事迹，阁有真侪民众囥卡片来感谢这2位警界的英雄为台湾的付出。伫咧派出所门口，会当看到真侪民众来献花。花顶面阁有写西张卡片，顶面拢是民众要对2位执行勤务警察讲的话。有人写感谢2位台湾的付出，有人写幸福警察界英雄民成和水杰，恁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各民众直接前去派出所，甲警察支持加油。我们会坚强，他该做的事情还是很不舍。佮妈妈带一对后生查囝来致意，嘛甲2个警察英勇的故事分享给囡仔知。对，给他们打气一下。所以小朋友知道发生什么事？知道，我跟他们讲。台南二分局民权派出所过身的2个警察涂明成和周水杰，被洗入乡手杀害，若家属悲痛，民众真不甘，拢来到派出所头前献花，希望这2位英雄拢行开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